我也不知道公司已经派人在预先告终了，更想不到原来你就是 RE 公司暗中派来调查水主任的关键人物。说重点吧。郑经理，要研发破解 Anti-Maximal Program 这个程式需要很大的技术上的支援，我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通过公司的审查。我们夫妻这一辈子都会欠你这一份恩德。这个事情基本上不可能。若001还未暴露他 AI 的身份，也许还好处理。但是现在整个社会对 AI 充满了敌意 ，RE 公司若在这个时候出手救一个全社会都要销毁的 AI， 会给公司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。更何况，当初是你们破坏了规矩。公司对于你们私下和隋主任合作，并且事后还隐瞒隋主任其实是001的身体制造者，感到非常不满。其实你们早就应该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对吗？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防御程式写成不可逆的呢？夏旭，你真的没有办法破解自己写的程序了吗？我们在这消耗1分钟，安安离毁灭就近了1分钟。郑经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帮这个忙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袁博士，我明白，不是只有你们在乎这个小机器人。